一场看似平常的车祸，让男人意外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闲来无事的他和狗子谈心，可没曾想狗子竟然开口说话了：“你有什么可豪横的？”原来狗子的背后是一位油腻大叔友情客串。车祸后的内森采纳了女友的建议，将大脑意识上传到另一个平行世界，以数字代码的形式继续活下去。在虚拟世界里，想吃的食物都可以通过 3D 打印实现，不管你想做什么，只需轻微动动手指即可完成。就连不骑的自行车都会自行回到它该去的地方，各项服务更是及时到位。在这里的日子远比皇上还要舒心，但代价就是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因为在这里就连打个喷嚏都是要付费，不然就会被活活憋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内森向女友索要支付密码，可却被对方拒绝了，理由便是内森的每笔开销都要经过他的同意，这不妥妥的圈养小奶狗吗？郁闷的他四处闲逛，发现每片树叶都统一标注着生产单位。走到湖边，遇见自言自语的中年大叔，他好奇地问对方在和谁说话。大叔回应他，其实湖面上有100万人，由于系统承载量过大，已经出现了卡顿的现象，就连居住的房子也被开发商叠加了，只不过你平时只能看到你所在的那5层。听到这些，内森的情绪更加的糟糕，准备回到房间，却遇上强行推销的服务员，而且他也出现了卡顿。内森强忍怒火，尽量的平复心情，可没想到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竟是安抚不好的一绺炸毛。爆发后的他走向现实与虚拟相连接的数据流，他决定回到现实世界。客服小美得知后，直接从洗手间冲进了办公室，奉劝他千万不要靠近数据流，否则会被数据浪潮冲得连渣都不剩。听到后果，内森立刻就冷静了下来。随后小美建议他多去交些朋友，可以缓解空虚。内森看到老人主动去打招呼，没想到老人是低调的隐形富豪。当对方问到他是做什么的，他却只记得自己是个码农，至于软件的名字叫什么，他却没有任何印象。原来在内森上传时，有人恶意删除了他的部分记忆，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开发的软件可以让普通人免费创建自己的虚拟空间。So you got murdered? No, I was in a car accident. 如果内森的软件上市，将会威慑到一个价值600亿的资产链，动了别人的蛋糕，所以内森发生的意外绝不简单。但事实的确如此，现实世界的胖姐查出案发前内森的车被人动过手脚，可正当他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时，幕后的势力提前下手了。车子突然失去控制，门窗反锁，一片漆黑。胖姐只觉得车子在飞速前行，